新德县的峨眉乡有一个小庄头12寮，遐有免费的商店，佮推行时间银行的观念，在地乡亲会当用时间来换取服务。嘛因为安尼，当地各项叫做是时光村。推出这项创意的是到澳洲去留学的青年徐建志。2016年，伊摕下着双硕士，回国了后到偏乡体验农村的生活。伊看到峨眉乡人口老化，少年人离乡背井出外去讨食，所以号召其他的青年结合在地文化，打造时光村的主题，推动地方的创新。咱就来看这群少年人安怎为偏乡打造新面貌。全部围绕依山挖水、艺术古朴街路，显示出山中的宁静气氛。这是新德县峨眉乡的12寮，嘛是全台湾头一个时光村。好想学吉他啊！透过 Timing 来找找看好了。是阿德吗？是啊。哎呀，久仰大名了。想要学吉他，到底要开偌济钱？伫个时光村内面，唔免钱，只需要付你的时间。我可以去设定说，在我周遭可能几公里的人，他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。伫电脑顶面拍家己的需要，平台就会替你找适当的人选。比如讲，若人需要学吉他1点钟，接单的人完成任务，就会使得到对方付的时间费。后届会使运用这个时间费进行买卖，用时间换伊的需要。这是2020年12寮的村民新的生活模式。我们想要透过时间银行，可以把就是改造这件事情真正的复制到其他的地方，而不是只有12寮这个地方。但在时间银行这个平台里面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你花的不是钱，是你的时间。运用时间银行甲时间费概念，市面上不是用金钱的流通，创造免费的生活款，更加接近全民之间的距离。而创新概念的起点，就是这间店。6平大空间，商品有够多，布红啊、皮包啊、杯啊，到家庭用品应有尽有，更加有一寡意想未到的果冻，免开钱就使直接摕走。这个冰箱就是一个共享冰箱，所以常常看到里面多了很多菜啊，或是少了很多饮料啊，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流动。免费商店的创办人30岁徐建志，捌伫澳洲读广告策略甲视觉传达，更加摕到双硕士学位。因捌伫庄脚大过，2016年却是坚决来到这个少子化、人口老化真严重的峨眉乡，一步一步启动小店的改造。这个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一大台，但是就有缘人就会把它拿走吧。来到庄仔来，唔通袂记乌宝，免费商店唔是干那出头尔。徐建志更加是维持这座时光村的灵魂人物。这个地方是客家庄，那在客家庄来讲，它其实就是一个，每个人都互相帮助的一个系统。其实或许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让大家，就是算反思吧。对，所以这间免费商店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反思，说什么是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来到免费商店，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带走你需要或是喜欢的物品。像我今天就带了包包来，要来跟店家交换。老板，我要来交换这包包。没问题啊，那我们就是一个人一天可以拿2样东西。那像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包包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用物件换物件，鼓励自给自足，客家独有的共享文化，变成推动地方创新的一大元素，成功打造出专属12寮的特性。那其实希望你在拿的过程中去发现什么是你真正需要的。对，这样。不晓得今天是临时来，不然就带一些东西来放给他们，给别人拿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你都可以带走。家里很多东西就是有一些那些瓶瓶罐罐的啦，或者一些平常都没有用的东西啊，有一个地方去蛮好的。就是不管是对外面的人来讲，或是对村子里面来讲，其实算
冲击蛮大的吧，因为我们开始进来，然后我们做一些像艺术的改造，或是一些店铺的再造，或是一些新的概念放进来，然后大家都说，其实蛮特别的，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五味乡总人口数5505个人，伫新北县13个乡镇内面排名尾仔算来第2个。虽然不是全台湾有消失危机的134个乡镇市，却面临着长期人口外移的问题。想要为偏乡找出路，市建伫计划初期先以3公顷作为施工村的示范区，进行商店的改造、地景的设计，设立创客基地。未来更加要将规个12条108公顷纳入规划。这项计划得到国合会补助，加上民间的投资，总共1亿的经费。市建地的这辈大兄徐志仁嘛被打动，放下工研院的工作，来到这经营咖啡店，运用科技的专长，做城镇改造的希望工程。这边蛮适合变成一个时光村的一个特色小镇。好，那接下来特色小镇的品牌，包括商品。包括这些文创艺术，甚至于结合在地的农特产品，未来都是可以一系列的变成一个品牌的这个商品或店家。后来我们就决定说，好，我们就自己来做。那这个地点好处是一个面湖，一个就是面对这个等于说主要的干道。较早商店无几间，街路真冷清。即马12条大庇边仔海洋风的咖啡店，会使哪欣赏湖景，哪享受咖啡。门口还有充满创意的电子时钟，变成热门的顿开景点。改造城店的风貌，艺术家嘛是重要推手。做过乐团，开过咖啡店，卖使汽油。柯顶全台湾流浪过后13年前，选择第12条行入艺术，做当地创新的先锋部队，开始伊的车杠人生。就发想一下，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不要的废木头啊什么之类，做一个拼凑风？真系用茶壳打出南洋风的腔，设计出独一无二的镜。放伫餐厅内面有一款的特色甲风味，伫这条商店街内面四界拢会使看到伊的设计。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。打算落脚在12寮，好，这样的机缘巧合之下，刚好我们的社区的再造啊，需要有一些就是怪怪的人啊，可以去把地方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元素融进来，还在坚持这边的老人家，他还想做生意赚钱啊。那所以我又在干了一个地方的各种不同店家的重新的让他们怎么讲，就是说装修，用旧的桌子椅子重新再改变成一个翻新的店面的想法。那上面已经有1、2间店我都在改了，就改得还蛮特别的。这个是一个旧的工作台，那剪了非常多的这种马赛克啊，或者是瓷砖啊，然后做成一个拼贴风。有没有？这个叫做铁桶。那铁桶的话，我想说，把它做一种铁桶风吧台，它是有一种战霸的感觉。本来铁厝起的旧商店，黄区顶甲改造过，大头车甲搭彩色的泰路，吧台下骹用彩色的铁桶打造出复古的文青风，甲本来真单纯的街景形成强烈的对比，成功吸引游客。设计到也是，就是看这个人他适合什么，很会炒花生。那我们就想说，那我是不是把它做一个花生专门的？那他就不用直接卖一包一包自己炒得很辛苦的花生，它的加工产值当然就会上来。我看电脑。活化在地店面延续产品的企业家，正是这群少年人打拼的目标。4年来，因点点仔去做，遇到困难总是将阻力化为动力。所以大家就会不理解说，那你做这个到底要干嘛？那就可能是家人也会问啊，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？那甚至连旁边的村民啊或者邻居也会问说，你做这个要干嘛？对，那大家都觉得说，我这样好像在浪费资源，就是其实可以做一些生意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其实我想赋予它就是一个，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安心的来，安心的生活，可以来可以去，反正就是一个很顺着自然流动的地方。希望它可以像乌托邦的这种概念的形式，就是或是一个共生的一个村子，就是大家就是互相帮助，然后就很多很天马行空、很有趣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。基本上来讲是，当然我们在地的这些人的共同努力啦，然后慢慢的一些年轻人的心血进来，
才有办法去创造完全不一样的氛围。12寮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灵气，而且它是非常适合创作的地方哦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带着自己的一些爸爸妈妈，然后亲子、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氛围。在老高地山林内面的时光村为免费商店拍开改变的开始，一群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少年人，因无畏惧守护在地特性，更加以创新的思维结合店面再造加艺术的创作，和偏向无同款的生命力，望会使改变守镇的新风貌。